古瓦鲁群岛哈，他们会在这一波的这个全球暖化的这一个浪潮下哈，全国都落到这个海平面底下哦，所以但是他们还是不会减缓，努力克服。各位，我们是不是掌声来欢迎古瓦鲁群岛的青年舞蹈团的演出？Billy, that's. Hey, you about the pressure? You about the knee how? You about the talafa? You about the Bo, tulang. Usaki mai de manoni, opula
岛屿群岛青年团的演出。
赞的演出，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感谢普华鲁青年舞蹈掌声鼓励，我们感谢普华鲁青年舞蹈团，他们完全展现了南太平洋岛国的热情。